好，歡迎嚟到法星社，我係 Jackie。我係 Kadia， 上集講晒2026年12生肖嘅運程，今集就講下丙午年嘅流年飛星。好噶，流年飛星喺風水學說亦都講啊，玄空飛星，又或者九宮飛星。呢9粒星咧，會喺9年裏邊咧，會飛向唔同嘅方位嘅。佢有9個方向，有東方、東南方、東北方、南方、西南方、西方、西北方、北方同埋中宮嘅位置。啱嘅，亦都我講下9粒星嘅名稱啦，18星啦、2黑星啦、3碧星啦、4綠星啦、5黃星啦、6白星啦、7赤星啦、8白星同埋9紫星，依合共依9粒星嘅。咁 Jackie， 依家開始就講下今年丙午年9粒飛星嘅吉凶，同埋今年飛咗去邊個位置。好嘅，好啊，首先講18星啦，又名貪狼星，係屬水嘅，佢主管人緣桃花啦、人際關係啦、工作運同埋名氣等等嘅。依粒18星咧，飛咗喺今年嘅丙午年嘅中宮位置嘅屋企中宮位置都係設置大廳啦或者走廊啦。如果你想催旺下人緣桃花嘅嗰個地方啦，首先條件咧就係要乾淨整潔啦、光線充足啦，甚至乎空氣流通啦。如果你嗰個位置就比較昏暗，陽光曬唔到入嚟嘅，就可以用照明燈去幫助。如果嗰個位置有地方嘅，可以擺設水晶啦，又或者放杯水。你想催旺人緣桃花嘅，可以放蘭花，而蘭花嘅顏色咧可以由呢個紫色啦，又或者粉色啦，甚至乎藍色都可以嘅。呢個蘭花嘅就可以增加呢個人緣桃花運啦。另外，工作辦公室嘅地方嘅啱啱你所屬嘅做嘢位置咧，喺呢個辦公室嘅中央位啦，就可以喺台面佈置水晶啦，或者一棵蘭花向住自己座位，增加呢個人緣運同埋工作運㗎。講完18星，接落嚟就講2黑星，又名巨門星，佢係屬土嘅，主疾病、災害、破財、小人等。2黑星係病符星嚟嘅，係粒唔好嘅星。今年丙午年佢就飛咗去西北方嘅乾位。首要條件就屋企西北面保持整潔乾淨。如果大門可以放金色或者白色嘅地氈，掛上金屬嘅綠地錢，喺床位可以掛綠地錢或者係白色嘅佈置，喺廚房就可以放白玉如意或者係白玉葫蘆嚟化病。另外，如果喺辦公室西北面可以掛綠地錢或者係白玉如意嚟化解。好啦，輪到我講3碧星啦，又名祿存星，係屬木嘅。佢主要影響咧就係是非口舌啦、人事鬥爭啦，甚至乎更大嘅就會發生官非啦。佢今年咧丙午年咧又飛咗喺西方嘅西面嘅，而西面咧就咁啱係對宮，而對宮係屬金，3碧星係屬木，正所謂金木鬥爭啦。另外，對宮咧係代表用口表達所以咧就今年應期會容易口舌之爭禍從口出是非等等問題㗎。如果你屋企係大門口喺西面嘅，你可以用紅色嘅地氈，又或者紅色嘅揮春，甚至乎紅色嘅勵志風都可以化咗依個是非星。另外，如果睡房嘅喺西面嘅，又可以放置呢個紅色嘅揮春或者紅色嘅勵志風都可以嘅。另外，廚房又係一樣紅色嘅地氈，甚至嘅勵志風或者揮春都可以化解呢個是非星。
但係因為對宮係屬金嘅，你就唔可以放太多紅色去佈置啦，唔係會反效果啦。主要如果化三碧嘅3個利是封又或者3個揮春已經達到解嘅效果㗎啦。至於喺辦公室嘅都係一樣啦，又係紅色啊利是封或者紅色地氈，又或者紅色嘅揮春去化解啦。輪到我講4、6星啦，佢又名文曲星，係屬木嘅，主要係屬智慧、你學業、文書、考試運同埋文職嘅工作，係一粒吉星嚟嘅。今年佢就飛咗去東北位近宮。如果屋企大門喺東北位，就會帶你學業、考試運同埋文職人員。屋企有小朋友嘅房間或者書房喺東北位，就可以多啲喺嗰個位學習溫書或者係做文書工作。如果想增加學習或者係考試運，可以擺翻金色嘅文昌塔，或者陶瓷石製嘅文昌塔啊、毛筆啊，咁文房四寶，催旺文昌星。如果辦公室嘅座位向東北面，都可以擺翻上邊所講嘅嚟催旺個文職工作㗎。好啦，輪到我講啊，最唔好嘅星啦，就係五黃星啦，又名廉貞星，屬土嘅。佢啊主要影響啊疾病災難啦、禍害啦、個血光啊、種種啊唔好嘅氣場㗎。而咧，佢今年咧飛咗喺南邊，南邊亦都係今年嘅太歲位，所以依個地方咧喺南邊咧就千萬唔好動土啦，宜靜不宜動啦。南邊離宮屬火嘅，依粒五黃星屬土嘅，火生土，令到依粒空星咧嗰個力量更加增強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去化解。如果你屋企大門口嘅喺南邊嘅，就可以用白色或者金色嘅地氈，加上可以嘅話咧，用金屬嘅六帝錢啦，或者5層風鈴啦，去攝依個土氣嘅。另外，如果睡房嘅床位嘅喺呢個南面嘅，可以放白玉石嘅玉如意啦，或者白玉石嘅葫蘆啦，去化解個病氣嘅。另外，廚房嘅可以化解嘅方法咧，就係用白玉石嘅玉如意或者白玉石嘅葫蘆啦，甚至乎放安飲水都可以嘅。喺辦公室啦，門口開正南面或者係工作地方喺南面嘅話咧，都係用以上方法啦，白玉石如意啦。白玉石葫蘆或者安飲水或者六帝錢利用呢個金攝咗呢個五黃嘅土氣去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最緊要呢個地方最基本就係唔好放咁多雜物啦，保持整潔咧，就個唔好嘅氣場就唔會發生啦。輪到講6、8星啦，佢又名武曲星，屬金嘅，係好嘅吉星之一，主要係利事業、武職、驛馬、財運同埋偏財。今年佢就飛咗去北面好好嘅宮位，如果屋企北面喺大門就更加好，主理流通可以放金色或者係白色嘅地氈。如果床頭就可以放翻金屬嘅吉祥物，或者係金屬嘅鬧鐘。但係要注意下，因為北面今年就係30位，千祈唔好動土。辦公室都可以擺翻以上嘅物件嚟佈置㗎。好，輪到我講七赤星啦，又名咧破軍星，係屬金嘅。佢今年咧咗去咧西南方。而咧，佢係人事是非啦，甚至乎官非啦、人啦，係粒退氣嘅星嚟嘅，亦都係破壞嘅星嚟嘅。所以如果你屋企門口喺西南邊嘅，可以用白色啦或者藍色嘅地氈去做佈置，可以嘅話咧，
放塊啊、黑曜石都可以化解嘅。至於喺房間啦，可以喺床頭啦放塊黑曜石啦，又或者放杯水、放個銀仔，攝咗個金氣去。另外如果係廚房啦，亦都可以放杯水、放個銀仔，或者可以用黑醋打開個黑醋蓋，等啲水氣流通，攝咗呢個7尺星嘅金氣嘅是非唔好嘅氣場。另外如果係辦公室啦，同樣一樣，好似化解呢粒7尺星嘅唔好嘅氣場。到我講今年嘅財星88星啦，佢又名左輔星，屬土嘅，係粒大吉星，佢主財運、正財、富貴、功名同埋置物業嘅。喺今年佢就去咗東面。如果你屋企嘅家居大門口嗰度就可以吹下個財運，放紅色地氈或者係貼財神響屋入邊。如果喺房間床位就可以喺床頭嗰度擺翻個聚寶盤。廚房嘅話就可以用紅色，或者係經常喺嗰個位煮嘢食，都係可以催旺個財運㗎。辦公室大門嘅東邊可以擺翻買黃色嘅食掣，咬錢錢財，可以增加生意㗎。好啦，輪到我講最後一粒星啦，就係九紫星啦。九紫星咧又名右弼星，係屬火嘅。顧名思義咧，佢亦都係管呢個喜慶人緣姻緣甚至乎添丁各樣好嘅吉事嘅。而佢又係3年9運嘅當運星喎。佢今年咧丙午年咧就飛咗入去東南送宮度，而送宮係屬木嘅，而九紫星係屬火嘅。喜慶吉事多啦。亦都可以以紅色、紫色、粉色嘅顏色嘅地氈去做佈置啦。如果喺房間睡房嘅，可以放粉晶或者水晶或者紅、粉、紫呢3種顏色做佈置。另外，如果係廚房嘅，亦一樣紅、粉、紫3樣其中一樣嘅顏色做地氈啦。個陽台嘅話咧，又可以種植泥種嘅紅色、粉色或者紫色嘅花，催旺呢個喜慶星嘅。至於喺鋪面或者店鋪或者公司，你可以用紅、粉、紫去增強呢個九紫星嘅人緣運啦。亦都可以喺台面上放水晶粉晶紫晶增強呢個喜慶嘅。亦都如果你係單身嘅，亦都可以放9支嘅蘭花向自己增強呢個姻緣運啦。終於講晒流年飛星同埋9個方位嘅內容啦。係希望能夠分享到俾大家，達至趨吉避凶嘅效果。節目就到尾聲啦，祝大家喺丙午年行好運，財運亨通。我亦祝大家喺丙午年嘅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如果你哋有咩問題或者意見，可以喺留言板或者私聊俾我哋會盡快回覆你哋嘅問題㗎。記得睇完影片 share 俾其他人睇，同埋訂閱或者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多謝大家，拜拜。